點解 Elon Musk、Donald Trump、C 朗，仲有好多成功嘅商界名人，佢哋都不約而同做一個動作嘅呢？唔通真係咁多巧合咩？其實呢一個動作係隱藏住5000年嚟嘅古老秘密嚟㗎。佢哋做呢啲嘅動作，其實就係手印嚟嘅。當你學識呢啲手印之後，你就可以將隱藏住喺你體內強大嘅能量瞬間釋放。呢個亦係極少人知道嘅秘密嚟㗎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，我係凌風 Windy。今日我會分享一啲宇宙嘅秘密能量知識，等多啲人可以運用呢啲嘅能量，吸引佢哋豐盛、富足、精彩嘅人生。喺呢個時候，請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啊！多謝。手印其實係梵文翻譯為印章嘅意思，已經流傳咗5000幾年㗎喇，亦係一個古老嘅秘密嚟㗎。呢啲嘅手印可以幫助我哋心靈成長，獲得宇宙嘅能量，可以引導我哋身體嘅能量去實現不同嘅目的。因為我哋每一隻手指尖大約會有3000個神經末梢，配合手印觸碰到之後嘅震動頻率就會直達大腦，可以增強大腦嘅創造力，發揮潛能。所以有好多宗教都會運用手印去進行儀式，亦有好多冥想嘅方法同埋瑜伽嘅動作都會運用到手印㗎。因為可以更加連接宇宙，提高察覺力，療癒心靈。只要透過唔同嘅手印組合，就可以將我哋隱藏嘅強大能量釋放晒出嚟㗎啦。而能量嘅元素就有5行：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。如果我哋身體裏邊呢5行不平衡嘅話，就會擾亂我哋嘅健康，擾亂我哋嘅運氣㗎啦。唔想健康同埋運氣都出現大問題嘅話，咁我哋一定要學識呢5種嘅手印嚟平衡我哋身體裏面嘅能量流動啦。只要平衡我哋身體嘅能量，咁就可以提升我哋能量氣場，增加我哋嘅信心，增加我哋嘅智慧，同埋增加我哋運氣添。快啲用紙同筆寫低晒我呢5個手印嘅方法啦！第一個係太陽手印，又稱阿奇尼手印。呢個手印可以激活隱藏喺你體內嘅火元素，開啟潛能。呢個簡單嘅太陽手印可以直通體內嘅火能量，燃點你核心之火。首先可以輕輕彎曲你嘅無名指，跟住大拇指按壓喺呢個無名指上面第2節骨上面。同時亦保持其他嘅手指伸直，並將你嘅注意力集中喺身體嘅核心太陽輪嘅位置。慢慢你就會感到體內核心會慢慢發熱，因為你全身都會發出震動頻率，平衡內心嘅火元素，能夠加速新陳代謝，改善消化系統，同時亦會接收緊宇宙嘅能量。而現代科學家都對我哋呢啲嘅手印作出咗研究，發現當我哋做出呢個手印嘅時候，我哋個腦電波亦都會受到干擾，會平衡我哋嘅荷爾蒙，平衡我哋每一個細胞嘅能量，就好似喺我哋身體上邊打開咗健康嘅鎖匙一樣，瞬間釋放火嘅能量。第2個手印係智慧手印，又稱菩提手印。呢一個手印可以幫你直達打通智慧認知嘅大門，瞬間釋放空嘅能量元素，幫我哋喚醒大腦。首先將大拇指嘅指尖觸碰食指嘅指尖，再保持其他手指伸直。期間我哋要專注兩指尖之間有微妙嘅流動能量。做呢個手印嘅同時，大腦亦會發出共振嘅頻率。如果你遇到思維模糊、頭腦唔清醒嘅時候，就可以用呢個智慧手印啦。佢一定可以幫你撥開雲霧見青天嘅，瞬間令你提升思考能力，能夠果斷清晰做出正確嘅決定。科學家亦都發現，智慧手印係能夠影響我哋嘅腦電波，
令大腦進入放鬆嘅狀態，提升專注力，平衡腦電波，將大腦調整到最佳嘅狀態，咁先會更加容易同宇宙有共鳴㗎。只要你經常做呢個智慧手印，就算喺惡劣嘅環境下，你都可以清晰明確做出正確嘅決定啦。第三係內心手印，又稱空性手印，佢可以直達通往我哋情緒心靈嘅大門，幫我哋瞬間冷靜落嚟，進入心靈平靜嘅狀態，可以安撫我哋嘅情緒，瞬間釋放我哋身體空嘅元素。首先，中指要微微彎曲，大拇指嘅指尖掂住中指嘅指尖，其他嘅手指保持伸直。請保持寧靜，想象能量從身體散發開去，發出共振嘅頻率。日後當你遇到情緒不穩嘅時候，就可以做呢個內心手印，就可以瞬間釋放新能量嘅空間，減低壓力同埋焦慮。現代科學亦都證實，內心手印能夠減低壓力嘅荷爾蒙，舒緩情緒，平衡內心，咁先可以接收到宇宙嘅信息嘅。記住，以後遇到挑戰，有情緒不穩嘅時候，就即刻做呢個內心手印，咁就可以即刻幫你瞬間釋放所有負能量噶啦。第四個係生命手印，又稱普拉納手印。呢個手印可以直達通往身體活力、改善健康、長壽嘅大門，亦可以增強能量、加強免疫力嘅功能。首先，將無名指同尾指嘅指尖掂住大拇指嘅指尖，其他嘅手指就要保持伸直，同時亦要專注全身嘅微妙能量流動，瞬間就會釋放水嘅能量元素㗎喇，可以大大提升每一個細胞嘅活力。就好似叉電一樣，令到你嘅身體可以爬得更高，行得更遠。現代嘅科學亦都發現，做生命手印嘅同時，係能夠增強我哋全身嘅血液循環細胞系統，產生大量嘅氧氣供應到全身每一個嘅細胞，激活可以平衡生命嘅能量，連接宇宙。日後當你覺得身體能量好低、好虛弱嘅時候，就即刻做呢個生命嘅手印，瞬間就可以激活你體內嘅能量，令到每一個細胞都可以快速復原。第五個係心智手印，亦都稱為哈基尼手印。呢一個手印有好多名人都好中意做㗎，因為佢可以直達通往增強認知功能嘅大門，連接身體精氣神，提升明智決策嘅能力。首先，將雙手嘅五指指尖拼合，形成一個平衡嘅三角形手勢。跟住就可以靠近你嘅心輪或者係眉心輪嘅位置，因為可以加強連結宇宙嘅直覺。同時亦要專注10隻手指尖嘅微妙能量流動，創造明智嘅神經回路，不斷向大腦發出震動頻率，平衡大腦嘅能量。如果日後要面對重大決策，思想混亂，集中唔到注意力嘅時候，就可以做出呢個心智手印，瞬間調整大腦，提升認知能力，思維敏銳，等你更加有自信做出明確嘅決定。科學研究發現，做心智嘅手印可以增強記憶力同大腦嘅清晰度。以後當你感到有壓力嘅時候，你會不知所措，猶豫不決，思維模糊，其實你就可以即刻做呢個心智手印，瞬間釋放大腦所有嘅思維能量，發揮智力嘅潛能，亦係一把開啟你智慧大門嘅鎖匙，可以運用晒你嘅邏輯、直覺、推理所有嘅潛能。喺咁嘅情況下，一定可以幫你做出明智嘅決定。唔怪得知咁多成功人士都會做出呢一個心智手印啦。如果大家可以將呢5個神秘手印融入你生活嘅話，相信你一定會心想事成，成為豐盛、富足、精彩、美麗嘅人生。希望大家中意呢條影片，歡迎留言俾我啊！
如果呢條影片令到大家對神秘手印了解多咗嘅話，請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啊！多謝。